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初8，诗篇18篇31到32节安尼讲：因为耶和华以外，至水是上帝。阮的上帝以外，至水是石盘，就是迄个用气力下我的腰，互我的路完全的上帝。三角来祈祷，用气力下阮的腰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的避难所，你是阮的关台，主啊！你是阮患难中及时的帮站，你使救恩做阮的盾牌，互阮通避伫你的十股下得到保护。主啊！今仔投靠你的，拢要对你来得到欢喜快乐，因为阮的拯救甲帮赞，拢是对你来。我要因为你所赐的活命水泉，来心满意足。主啊！阮软弱无力，重担极重，艰苦歹行的时，求你拯救阮，求你坚固阮，因为你以外，至水是上帝，至水是石盘。主啊！就是你用气力下阮的腰，互阮的路完全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